台湾美德徛出来活动，4日开始，将伫咧台南37区展开为期8天的车队宣传活动。伫出发前，圣乐台湾之友总会、台南市圣乐台湾之友会以及侪支持者，做伙来到手标天坛，向玉皇上帝唱响禀报这次活动的意义。恭贺愿祈玉皇大帝庇佑，美德同心，信赖同行。马拉松式不断电车队扫街活动顺利，提升信赖台湾意向于台南市37个行政区之媒体露出度，持续稳健强化台南团结一致挺台湾意识。一开始嘛是咱总会长吼，因有规划，阮感觉这个想法真好，咱台南应该第一个出来响应，尤其是要延续为从1月3号。到1月11号，12号5点半到7点半，咱的迄个副总统嘛等来咱台南，办一个大型的造势，然后伊还会赶去新北，一个是伊成长的所在，一个是出事的所在，阮希望这个热度会当一直维持，嘛希望讲趁这个机会，互咱的乡亲会记得1月13日一定要出来投票，来支持咱罗副总统，来会当当选总统。圣乐台湾之友总会理事长刘国龙表示。透过活动，将台湾的力量集结起来，冲关偌清德甲萧美琴的票数，甚至连立委甲政党票嘛要过半。透过咱车队的设计，会使大街小巷拢会使通过，互大家意识加讲，咱台湾的力量爱集结起来。尤其台南，咱一定爱超过73%的选票，就爱大家认真拍拼。赖清德、萧美琴。这组一定会当选，可是咱一定爱甲票冲到上悬，互伊过半，甚至咱的政党票嘛是爱过半。咱的所有的区域立委一定爱互伊全力打。活动7月0，台南市圣乐台湾之友会理事黄世豪强调，美德同心、信赖同行，车队游行，象征的意义代表团结甲凝聚民主的力量。热情邀请民众携手共生，让台湾持续成为全球民主价值的坚定拥护者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